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烧声，台语安尼写烧声，声音沙哑，台语讲烧声。恁来按片烧声咧，是毋是去感到？伊迄个人话真多，真爱提倡，常常拢提甲烧声，要一直提袂煞，实在真伤脑筋。一群好朋友真久无相找啊，大家透暝啉酒喝拳，酸甲拢烧声咯。啊，讲靠声音伫食饭的人上惊烧声，烧声就是声音扫去。啊，咱的骨头嘛会扫去哦。骨头扫去就是骨头反拍，就是骨头含烧，就是骨质疏松。骨头含烧是骨骼密度落降造成的疾病。早期的镜头无介明显，若是年岁较大，就会变较矮的翘骨。这就是台语常常咧讲的老倒灸。讲为30岁以后，骨质的密度会随着时间一点一点来流失，所以就要趁早来欠骨本。像俗语所讲的“好天爱积好来娘”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烧声，骨头含烧，实在真趣味。